那个今天那个镜头哈，因为我们还是有直播，所以镜头就只照。喂。
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咱会当搁伫线顶，咱做伙来同心敬拜。毋知大家昨暝敢有看奥运的比赛？我想咱看到比赛，咱的心情拢真激动。我想这是运动员因伫因的舞台顶面最真好的一个拍拼所得到的遮的奖牌。我想今仔日咱来到上帝面前，咱犹原要向上帝来祈求上帝恩典赐福，互上帝话语成做咱性命的帮站。咱嘛要用咱全心全灵来敬拜阿罗伊的名。所以这时刻，咱安静咱的心来到上帝宝座前，咱要来同心敬拜，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你的恩典疼痛极大，看顾阮，保护阮，互阮伫即个疫情的中间，犹原有毋茫之地。愿主继续看顾阮，互阮每一天有气力跑走，有你的话语成做阮的基础，互阮每一个时刻都会当牵调着你的应允。愿主帮助阮，互阮伫今仔日伫礼拜中间，会当家己搁一届来相拄。互阮搁一届来领受到你满满的祝福，互你的话语充满着阮，互阮的敬拜成做芳芳的祭献伫你的面前。愿主亲身看顾阮，互阮伫礼拜中间，互阮伫阮的生活中间，拢有主你的同在保护。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见若敬畏上帝的人，恁拢着来听。我要讲起伊为咱所做的代志。我捌用我的喙求叫伊，用我的舌学罗伊做权。我若心内注重罪恶，主的确无要听。总是上帝实在有听见，已经压落听我祈祷的声。咱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文，做阵来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咱做阵来启用，启用文第20篇，第诗篇90篇。主啊，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正山也未受阻，大地甲世界也未造成。你永永远远是上帝。你互土造的人归回土粉，讲人啊，着回归原本。对你来看，一千年亲像过去的早日，亲像暗暝的一更。你用大水甲人冲走，人生亲像一场眠梦，亲像草早时是不意，早起时发起来木生，暗时凋谢打去。阮因为你的受气消灭，因为你的大受气惊吓，伊将阮的罪过摆伫你面前。阮秘密的罪伫你面前暴露出来，阮的日子拢伫你的受气的过去，阮的一生亲像土一个开，阮的岁数不过是70，那勇敢通到80，阮得到的不过是劳苦忧愁。人生亲像在飞，一百年久就过去。少人感受为着你受气的威力，啥人了解你受气的可怕？求你教阮会晓算家己的日子，互阮的心有智慧。上主啊，你什么时才会改变心意？求你怜悯你的仆人，求你透早就互阮享受你的慈爱。阮一世人充满欢喜快乐。你互阮一生有偌侪艰苦灾难。嘛，互阮一生享受遐侪欢喜快乐。求你，互你的仆人看见你的作为；互阮的子孙看见你的荣耀。主，阮的上帝啊，求你赐福互阮，求你，互阮一切的工作顺利，求你，互阮所做一切亨通。下面咱过来吟诗，圣诗242首。我的目睭要举悬来黄山，我的目睭要举悬来黄山，欣慕我主。我的帮赞是对打路予我，打路想思。我一切帮赞对主上帝来，伊是创造天地大主宰。咱起立来吟全首圣诗242首。我的目睭要举悬来黄山，欣慕我主。我的帮赞是对打路予我，打路想思。我一切帮赞对主上帝来，伊是创造天顶的大主宰。
主无要，互你的脚摇转，使你平安。主保守你，无遁迷地观看，照顾帮赞。主在查保守，看顾以色列，伊无遁迷，故你无困伤醒。主保守你，直到永远久长，拢无变换。伊伫正边，伫做你的阴影，保护因带。伫光明日时，太阳袂伤你，安静眠时，月光也袂害你。主保守你，免受一切灾害，使你活命。主保守你，互你生命无碍，顺心安定。主要保守你，出入你平安，做所互你，对这世到永远。请坐，请咱额头同心来祈祷。慈悲怜悯的上帝，你常常伫你的大恩赦免一切反悔归往你的人，恳求你伫阮忧伤痛悔的心内，成就你所应允的救恩，赦免我一切的罪。求你永远保守阮，互阮会通过圣洁的生活，会通得着平安。伫这1年半以来，武汉肺炎的传染，互全世界拢改变了。这个病毒要完全消失，是袂阁发生的。阮也学习甲这个病毒来共同生活。虽然全世界已经开始自有放射，毋过逐港疫情犹原阁真严重。全世界已经将近2亿人来感染，420人因为得着这款病来过往。2-3个月前，台湾也开始真严重的传染。感谢主，疫情有得到控制。阮的政府防疫有保护阮老百姓，台湾嘛渐渐恢复正常的生活。望阮会当早日转到原来安全的环境来生活。伫这段时间，上艰苦的都是第一线医护人员，嘛求主特别保守帮赞这群为咱服侍的医护人员，互因会当平安。这几天，伫日本东京，咱有举行的运动会，我嘛有看见台湾的名有出现伫运动会，这是阮台湾老百姓的心声。也求主你祝福，互阮的政府，伫这困难的国际关系中间，会当找到正确的道路，所行的是公义，真正为着咱所有的台湾老百姓。伫咧这段时间，为着控制武汉肺炎的传染，阮的实体主日礼拜嘛暂停。感谢主，会当通过网络，阮的厝里共款会当同心来敬拜上帝。阮教会伫目沙徛起久久，阮知阮有大使命，爱传福音伫目沙这个地区，互搁较侪人来认识主，拯救搁较侪人。也感谢你有差派科牧师来到文山教会来服侍，求圣神甲正同工做阵，带领牧师甲同工，毋管伫教会团契事工、主日的事工、各种事工，拢有当得到主你的引带，所行拢有当荣光主你的圣名。阮中间嘛有身体不安的，求主的神甲因同在，
体贴安慰因软正的身躯。阮知，这拢是上帝你的旨意，是要锻炼阮的信心。阮也将今日的敬拜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求主开阮的心门，听见主的道理，求主降临，甲阮同在。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圣上嘛来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想赐阮平安。咱搁来读一段圣经，记载伫《申命记》34章第1节到12节。《申命记》34章第1节到12节，伫咱旧约第230面。第1节，摩西对摩押平原上尼泊山。上迄个甲耶利哥三对的必须加的山头，耶和华互因看基列全地到但，若有踏入全地以法莲、玛拿西的地、犹大全地到西海南方，甲叫做造树城的耶利哥城山谷的平原，到索尼。耶和华对伊讲。这个地就是我对阿伯拉罕、以撒、雅各咒詛，讲：我要赏赐你的后裔的，但我互你亲目看见，总是你袂得到过去到遐。耶和华的奴仆摩西就死伫遐，伫摩押的地，照耶和华所讲的，耶和华埋葬伊伫摩押地，逼比尼三对的山谷，到今仔日无人知伊的墓。摩西死的时120岁，目睭无花，精力无衰退。以色列人伫摩押平原，为着摩西哀哭30日，为着摩西忧闷哀哭的日满了。恁的囝约书亚得到智慧的神充满，因为摩西捌还手伫伊的顶面，以色列人就听叹伊，照耶和华所命令摩西的来行。后来。以色列人中无阁兴起先知，亲像摩西，伊是耶和华面对面所捌的。照耶和华找伊伫埃及地，对法老甲伊拢总的人神，以及伊的全地所行逐样的神迹奇事，也照大权能的手、大通囝的事，就是摩西所行伫以色列众人的目睭前的。以上下面，咱要用圣歌队的献诗，主啊，听我讲，来成做咱今日的献诗。
下面咱要请牧师来咱正道，伊的题目是心满意足。大家平安，真欢喜，搁一届，咱会当三甲组织做伙来敬拜上帝。昨暝咱看到奥运，咱的运动员因得到金牌，咱拢真欢喜。今仔暗暝，咱搁有迄个希望会当搁摕金牌。我想，伫即个真欢喜的中间，咱的心跳跳，咱的期待。总是伫上帝恩典的内面，毋知咱有期待什么无？咱做伙来祈祷，爸上帝伫你面前，我感谢你，你的恩典疼痛有够万用，愿你的话语充满伫阮的内面，互阮得到饱足的灵命的灵粮，互阮满心欢喜来学乐你的名。愿主看顾，互阮伫即个中间得到你的祝福。愿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是圣经内面咱讲的摩西五经内面的上尾一卷。摩西五经，咱会当对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也加生命记，这五卷书其实伫咱基督教的内面嘛是真重要的。上时嘛是天主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因拢掠这五卷册，成做一个经典。所以伫这中间，这个真重要的人物摩西，就成做这几个宗教的内面，一个真重要的人物。摩西这位利未人的后代，当伊受到上帝呼召的时，伫迄个时刻，伊伫伊的人生中，承接起一个真重要的责任，就是带以色列百姓要来离开埃及，带以色列百姓。要来经历上帝拯救的恩典，所以咱会当对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一直到进入到旷野。伫旷野的内面，摩西拄着百姓种种的问题。一代过了后，新的一个世代的产生，伊的使命伫即个所在要来结束。所以今仔日咱所读的34章，是一个摩西时代结束。伫咱每一个人生命的历程的中间，我相信咱拢会经历到无共款的挑战。咱无共款的人面对的状况是无共款的。那呢？你即马即个阶段，你所面对的情形是如何呢？你所面对的是一个顺境，真好，我拢过了真平安，我一切拢真顺遂。也是你面对的是一个困境，敢若我拄到的代志拢真困难，互我敢若无法度对这个困境中间逃放出来。也是你感觉过了真轻松，我的生活真容易，无啥物烦恼，也是真困难。每一天对我来讲，拢是一个挑战。毋知咱正兄弟姊妹，你的现在的状况是如何呢？台湾咧面对防疫的顶面，咱看到顶几礼拜前，咱的疫苗数量真济，所以大家拢真注意，嘛有真多的选项，咱会当来选择。在这场抗疫的行动的中间，咱看到有一点仔希望伫的，咱会当对未来有一点仔毋茫伫的。不过，全世界犹原受到变种的这病毒的威胁，互咱的防疫的工作，敢若看袂到尽头共款。Delta 的病毒即马伫全世界，拢在影响着人的性命。咱
无法度想象的是3支禁戒开始，然后解封，可能过一阵啊，过一届爱3级的境界，搁解封，安尼不断的循环落去。所以对未来会安怎？敢若无人会当知影讲会变做什么款的情形？敢若无人会当知影讲，咱即个防疫的工作有一个结束的一天，咱唔知。今仔日咱所读的《申命记》是摩西五经内面的上尾一本，34章是咧记载着摩西时代的结束。但是以色列的百姓，因所开始一个新的历史。以色列百姓伫这个过程的中间，是一个交接传承的一个时刻。摩西伫旷野内面，对顶一代的人，一直带到后一代以色列人。伫这个时刻，伊带以色列百姓行到旷野，甲迦南地迄个交接的所在。行了一段时间，圣经记载讲，伊这个时刻已经120岁啊。伊无法度继续阁带以色列百姓，而且上帝甲摩西讲，伊无法度渡过约旦河。续接的路程，上帝会带以色列百姓头前的路。上帝会带以色列百姓徛起伫迄个流人甲密的所在，所以摩西就照着上帝的指示，伊伫众人的面前，将这个领导者的职分交予约书亚，而且甲约书亚讲：你唔免惊，上帝会甲你同在，上帝袂甲你放袂记的，上帝嘛袂甲你弃杀。你爱带以色列百姓进入到迦南地，就是上帝所赏赐你迄个应允的土地。你会拄着困难，总是你唔免惊。上帝爱摩西甲约书亚，伫上帝的宝座前，咧交代约书亚将来的代志，因为摩西无偌久了后，就要离开这个世间。所以咱若看《申命记》的后段，上帝爱摩西写一条歌，写这条歌是爱以色列百姓的后代会当记得上帝的教示。所以伫同迄天，摩西真紧就完成了这首歌，而且伫全以色列百姓的面前，将这条歌唱出来。这条歌内面的内容，嘛是搁一摆将上帝的教示向百姓来宣告，爱百姓来遵守，爱百姓传予后一代。因为敢若有安尼，因才会当久长徛起伫约旦河的西岸。所以上帝续接甲摩西讲，爱伊去到耶利哥城对面的摩押地，伫迄个阿巴林的山区，定行爬去哩尼泊山，对遐要来看迦南地。这个地就是要赏赐予以色列百姓的地。摩西对摩押平原，一步一步往尼泊山行去哩。当伊一步一步咧爬山的时阵，我想这个过程，伊的心内咧想一寡代志。我毋知咱若定定有去爬山的，你咧爬山的时阵，你心内咧想什么咧？摩西伊的心内咧想什么款的代志咧？我咧想，摩西这个时刻，伊的心内可能从伊过往伊的生命的历程，敢若走马灯一样，一幕一幕走出来。对伊出世的时阵，伊拄着法老王
要来杀犹太人的查甫的囡仔。所以摩西互伊的老母放伫河顶面漂流，然后互埃及的公主救起来。伊住伫埃及的王宫内面，成做一个埃及的王子。当伊大汉了后，伊看到伊的同胞犹太人互埃及人欺负，所以伊就失手杀了对方，开始伊的逃走的旅程。伫这个过程中间，伊嘛有经历真多的苦难挑战。当伊有一天，伊伫旷野的时阵，上帝互伊伫互火烧的支配的头前，甲伊呼召，呼召伊爱来为上帝做工，呼召伊爱带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上帝互伊经历过伊的训练，互埃及人经历过10个灾了后，摩西带着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所以当伊开始带以色列百姓行往旷野的时阵，上帝永远在看顾保护伊，用云条、火条咧带因头前的路站。所以经过旷野这段时间，就是咧准备要进入到上帝所应允的所在。所以摩西为山顶行起来，一步一步咧行，伊嘛一步一步咧回想伊过去的一生。伊的头壳真清楚，伊咧想的代志嘛真有条理，伊的脚步无慢落来，伊行起来，伊真坚定的往山顶行起来。各位兄弟姊妹，恁的一生过了如何？无论恁即摆年岁是偌济，恁的一生过了如何？你捌回顾你过去的日子吗？也是你会记得，你互上帝呼召来认捌伊，然后为伊做工的迄个时刻，也是情景吗？你是什么时刻互上帝呼召，成做伊的囝儿呢？牧师咧读神学院的时阵，阮同学伫开学的时，拢会分享，你是安怎互上帝呼召，来献身来读神学院，来献身要成做一个牧者的这个过程。我会记得有一位同学，伊安尼分享，伊讲有一摆伊骑奥多摆外出，伊骑这个奥多摆经过一个路口的时阵，忽然间互一台轿车弄着，伊规个人飞出去。当伊飞出去，一直到伊要落地进前，迄个短短几秒的时间，伊讲伊的人生的过程一幕一幕，敢若走马灯共款，出现伫伊的脑海内面。有几个情景出现，其中有一个情景是，伊伫国中的时阵，参加教会营会上尾一暗，伫台顶的牧者咧呼召，讲恁有甚物人愿意要来回应上帝呼召？阮的同学伊安尼讲，伊讲伫迄个时刻，伊虽然无行出去，但是伫伊的心内，伊回应来讲，我要。伊愿意将家己献上互上帝使用，所以当伊飞出去到伊跋落地这段时间，伊出现了这个情景。然后伫这中间，伊搁一解甲上帝讲：“我愿意。”所以伊就跋落地了后，爬几落个练道，然后伊徛起来，看家己身躯顶拢无伤痕。这个时刻，伊知影上帝要带伊行头前的道路。上帝伫咱还未出世，当咱还未认捌伊以前，伊就将咱每一个人
放伫伊的计划内面，咱拢是照着伊的心意，行伫稳定的道路顶面。所以，当咱若回顾过去的日子的时阵，我相信咱拢会当看到上帝咧带咱的每一个脚步。当咱经过关山、经过死荫的山谷的时阵，伊拢咧头前咧引带咱。我想讲到这个所在，有兄弟心内可能会安尼问：安尼牧师，你是安怎互上帝呼召的呢？我想这个问题后一摆，就是后礼拜再甲恁来分享。今仔日咱看到摩西，伊一步一步要行山顶。摩西心内咧想，这个时刻来到啊！摩西徛伫一个会当看甲真开阔的所在，伊目睭所看去的是一片极大的水的美景。这片土地都是上帝所应允的土地。伊的心内会发出一个懊恼的声。这个时刻，上帝甲伊讲：你即马所看到这个规片的土地，你目睭所看会到的，就是我早时已经应允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要赏赐予因的子孙的这片土地。上帝甲摩西讲：我已经予你看到啊，你看到这片土地啊。不过，你袂当入去。摩西看到这片土地，伊却无法度入去。我想摩西心内可能有一寡遗憾，看会到，却无法度进入上帝所应允的土地。我咧想，摩西即摆伊的心内已经可能真懊悔。因为伊敢若有当为家己迄个时阵的行为付上代价，伊咧想，迄个时刻伊若莫发脾气就好啊。摩西即个时刻，伊可能阁继续咧想，带百姓要离开埃及，伊甲法老咧伫遐敲吹。要安怎将以色列百姓带出去埃及的这件事，已经真伤脑筋啊！费了伊真侪精神。当百姓离开来到旷野的时阵，所带这食米阁无够。不过上帝供应了因玛纳，百姓未满足，阁差要食肉。上帝嘛供应伊。有肉通食，无水通啉的时阵，上帝互迄个苦的水变做会当啉的水。上帝甲摩西做伙，替摩西解决百姓的问题。不过，百姓却无看见上帝作为，也搁咧想讲过去阮伫埃及的时阵。有迄个无花果，有石咧，有葡萄通好食。阮生活中所需要啉的水拢有。上帝甲摩西做伙，伊知影摩西甲亚伦因咧面对群众的即个困难，所以上帝爱摩西将因正百姓聚集伫石盘的顶面，反复石盘出水来。来解决百姓甲精神因啉水的需要。摩西虽然有听到上帝的吩咐，也毋过伊的心内有情绪。过去遮侪代志拢解决啦，结果恁即马还阁咧一直咧吵即个吵迄个，所以伊有情绪，就提起手中的管，伫众人的面头前讲恁遮咧背叛的人啊！我应该叫石盘出水来，互你啉吗？当伊讲了，
伊提起手中的管仔，拍石盘两个，水就流出来。众人甲精神拢啉啊！这个时刻，上帝甲摩西讲：恁伫众人的面前，无有够野的信心来成立我神圣的大溃烂。恁袂当带因进入到我所应允要赐予因的土地内面。摩西的身体游玩也阁真臃肿，伊有法度对山的下骹、对摩押的平原、行往尼泊山的山顶。伊的目睭嘛真好，会当看见上帝所赏赐伊的应允的土地。所以摩西徛伫山顶，伊一面看，看到眼前遮的情景，伊一面咧想象以色列百姓进入到迦南地以后的情形。摩西看见啊，伊看到上帝应允的代志要成了，不过伊无法度进入。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咱今仔日所读讲，伊充满着智慧，所以百姓就听约书亚的引带带领，遵行着上帝照着摩西所予因的这诫命。伫这个时刻，摩西完成了伊的使命，伫旷野中照着上帝指示所颁布的10条诫，订立规定律例。互以色列百姓的每一个世代会当遵守，所以今仔日约书亚爱带遮个百姓进入到应允的这个土地内面，这是真做约书亚的责任。而且上帝讲，一定会甲约书亚同在，而且会带以色列百姓。摩西伫历史顶面有一个无法度互人取代的位置，因为以色列人中间无人会当亲像伊同款的先知，无人会当甲伊同款，会当甲上帝面对面做同款的工作，无人会当将上帝话真清楚的透过伊来表达出来，互百姓会当遵守，而且了解上帝伊的作为。无人会当亲像伊，会当对付这个埃及的法老王，伊会当执行上帝所交办的代志，然后行出这个新列技术。无人会当搁一届带以色列百姓进入旷野，会当来解决众百姓的问题。无人会当亲像摩西同款。带以色列百姓来找求上帝。我想摩西伊的历史的位置，互以色列百姓渐渐伫生活中来遵守上帝的律法。所以安尼来看，摩西是独一无二的，无人会当取代。那安尼，各位兄弟姊妹，咱每一位。嘛，拢是上帝所拣选的唯一。毋知你有看到，也是你知影，上帝呼召你要去完成的工作吗？咱每一个人，拢爱去完成的使命是无共款的，但是这个使命无分大小，无分台面上也是台面下，拢是共款重要的。所以，牧师对使命会安尼下一个定义，就是上帝呼召你，伫你的一生中爱去做的代志。咱每一个人，咱的一生中，上帝拢有呼召咱爱去做的代志。比如讲，有可能是，互你厝内底的人，搁较真正来认捌耶稣；有可能透过你的工作、你的职场。互人来看见上帝，嘛有可能是你爱陪伴一个需要的人，互伊去感受到
你所领受的迄个痛。所以，无论你要做什么，你所做一切，相信拢会伫历史的下面留落一个分量。因为咱咧做，就是参与伫上帝计划内面。文山教会130年的历史内面，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兄弟，你拢参与伫即个中间。我相信过去所做一切，成做现今教会的形态。即个中间一点一滴累积落来，拢真重要。这拢是每一位兄弟恁的性命所经过、行过的分量。早期以色列人用口述的方式，用讲的方式，将上帝救赎恩典一代传落一代。伫今仔日，咱会当用文字、用相片，将咱所领受的这恩典，咱所做这的工作记录落来，会当成做咱未来来诉说上帝恩典的历史的故事。所以130周年的特刊，咱伫即个中间，咱有份会当参与伫即个内面，咱有份会当留落即个历史的记录。上帝计划继续咧进行咧。当摩西行到人生的终点的时阵，伊徛伫山顶，咧看以色列百姓未来要徛起的所在。伊看到上帝所赏赐丰富的土地，伊亲目看见，伊的心内可能有遗憾，不过伊嘛完成了上帝所交托的使命。以色列百姓无因为摩西离开这个世间，因的脚步就停落来，因继续伫约书亚的引带下面向前行。行向上帝所应允的土地，上帝袂因为摩西离开，就暂停伊的救赎的计划。摩西了后，有约书亚，有大卫，有所罗门王，有每一个先知，然后对耶稣开始一个新的约。耶稣一届献上，完成了永远的献祭。因为安尼，咱才有法度经历上帝慈爱甲疼痛。现今的疫情，无法度限制咱对未来的盼望。伫疫情过了后的时代，我想咱爱思考，而且咱爱真清楚知影讲，我的使命是甚么。那呢，才有法度完成上帝的计划。虽然咱有可能无法度看到上尾的结局，但是咱会当大声来想象，看见未来要进入的迄个新的天地内面。过去的人可能无法度像咱想象咱即马是虾米款的状态，但是现在咱会使去想象，而且去预定未来。咱会当预定讲未来，咱要互上帝带咱成做什么款的模样？这个模样就成做咱文山教会未来10年、20年的一个行的方向。就是即马，咱的决定会成做，互咱有勇气，会当确立一个目标，往前行一步。当咱要有这个决定要往前行的时阵，我相信上帝一定会带咱。我相信，当咱到10年、20年了后，咱翻头来看历史时，你甲我会因为上帝大开咱会心满意足，咱会心满意足。咱同心来祈祷。
被上帝伫你面前，阮感谢你，你听阮众人，你伫互阮每一个人有份参与伫你的救赎的计划内面。你互阮每一个人拢领受对你遐来恩典恩赐，毋是藏伫阮内面家己用，是爱阮出去行，行出去，互人看见，互阮行过即个分裂，会当有记录落来，真做后世代的人诉说上帝你恩典的故事。愿主帮助阮，互阮虽然伫疫情的中间，恳求你继续看顾阮，小使阮有平安，互阮有喜乐，互阮有盼望，互阮经历你的恩典，互阮经历你的疼痛。愿主祝福伫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的身躯顶。愿咱的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掉伫阮心。下面，咱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247首。你着感谢主上帝，咱着莫不分主理圣歌队甲会众，咱做阵来唱吼，对头到尾甲唱全首圣诗247首吼。就感谢主上帝，因为伊的主爱永远存在，何路清泉永无停，因为伊的主爱永远存在。感谢上主到万世。因为伊的主爱永远存在，感谢上主行其事，因为伊的主爱永远存在，哦，天在永无停，因为伊的主爱永远存在。感谢众水真感恩，因为伊的主爱永远存在。感谢上帝做更替，因为伊的主爱永远存在。你的信心上长势。因为伊的主爱永远存在，伊是你是三高体，因为伊的主爱永远存在。感谢上帝上恩泉，因为伊的主爱永远存在。春秋相秋宽顶大，因为伊的主爱永远存在。拯救主民的前线，因为伊的主爱永远存在。感谢上帝赐产业。因为伊的主爱永远存在，祝平安乐个和谐，
因为伊的慈爱永远存在，因为将作地刷者，因为伊的慈爱永远存在。请坐，下面咱来奉献。当咱经历甲孝顺上帝恩典的同时，咱嘛会回应上帝恩典。因安尼先，咱来准备咱的奉献。咱也无来到教会，那有法度来奉献，咱会当用转账的方式来奉献，还是咱后礼拜以后会当教会来家己来奉献。希望伫这段时间，咱会敬拜，咱的性命拢会当继续来成长，无间断。请坐。下面我来报告。伫报告的大声，咱先来读金句，咱来读2解。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目睭已经看见，所定着的日，也未有一日，拢记伫你的册。诗篇139篇16节。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目睭已经看见，所定着的日，也未有一日，拢记伫你的册。诗篇139篇16节。下面咱来看咱后礼拜同工吼，咱主理共款是咱科牧师，咱司会是潘美燕长老，司琴是潘秀丽姐妹，音控是李承勋弟兄加施浩炫弟兄。咱后礼拜聚会共款搁伫线顶吼，妇女团契主题分享勇敢的妇人人，主理咱黄团道吼，咱读册会断开掌控你的力量，咱主理是廖秀兰长老，咱查经祈祷会吼，伫题目是由当大人的教会吼，经文以弗所书4章第1节到第16节吼，咱主理共款是科牧师，司会是徐家安执事吼。少年团契，咱主理是黄团道吼，少年团契是父亲节筹备，青年团契美食地图吼，主理是潘宣儿姐妹。后礼拜讲道讲的是科牧师，咱第2礼拜是题目是献上自己圣经里以弗所书4章25节到5章的第2节吼。咱圣诗。咱金句甲家己看吼，以上。咱来看咱的报告吼。
头一项，就咱小会公告吼，咱7月27号开始哦，咱有互咱各团契吼恢复实体聚会吼，啊团契同工吼，都爱考虑到咱会友安全甲便利吼，啊协调出来开始聚会的时间吼，啊第二项就是后礼拜咱教会嘛恢复实体主日礼拜，啊请咱兄弟姊妹来准备心。啊，咱共款嘛有准备防疫的措施吼，咱教会内底有安排迄梅花座吼，啊人流控制，啊个咱嘛会继续来观察咱疫情的期间吼，咱都来做一寡调整吼。啊第三项就是咱请兄弟吼，咧逐项实体聚会时阵吼，一定来遵守咱的实名制吼。毋管是简讯安尼签名吼，啊，咱为头到尾拢来戴口罩吼，啊，咱都爱保持咱的社交距离，啊，搁咱的环境的清洁消毒吼。第四项，咱会线上直播礼拜吼，咱照常来播出吼。啊，若无方便到教会遐济吼，咱会共款会当踮咧厝内底用线上来观看咱主日的礼拜。啊，第二项。咱的父亲节礼拜吼，咱8月初8吼，咱共款台语甲华语2场的礼拜，啊，咱有人数的控制。第1楼吼，团契教室咱12人，2楼的礼拜堂吼，咱是46人，3楼4班，3楼4班室吼，就是外口遐吼，就是8人吼，啊，旧堂咱敢若会当差不多40人吼。啊，第三项，咱拜三查经祈祷会吼，咱对8月初4开始，咱嘛恢复实体聚会，按过咱嘛有进行线上的聚会吼，咱照常欢迎咱兄弟姊妹来参加。啊，第四项，咱后礼拜少年团契吼，会长要就任，吼，本来是预定今日啦，因为咱有疫情的控制，所以咱延到后礼拜8月初8。好，来以上。啊，咱特刊的部分吼，共款，咱130周年吼，5万吼，咱搁继续来交咱的特刊的资料吼，以上。新宇有要报告吗？啊 ？OK， 好。阿哥。好，来，咱先咱来唱尾遍的诗394首，即时礼拜伫要煞，也伫吟诗煞，咱请牧师甲咱祝祷，请咱起立来吟全首394首。即时礼拜伫要煞，来加吟诗通是山，心肝伤伤398，望好几个聚会，哪里所做着世人，他行教主所教示，属龙共相教化道，家当望主保护，咸菜有时受艰苦，论化各主照顾，困求天白是运会，得着相信大安慰，经过7年那变故，亲像金路回路，世间艰苦无实质，天堂安乐永福气。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愿天父上帝平安甲喜乐
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毋忘，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之地，对这粒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别倒。我们礼拜到这边结束，欢迎大家在 YouTube 上面会当互相咱留言请安。谁？第二场原本是建资，但后来他重新。